主后2025年6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看什么做稀奇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3章第10到12节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，就是巴拉巴，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，以及扫罗。因伫敬拜主敬者的时，圣神甲因讲，着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。因敬者祈祷了后，甲因还手，差派因出去。巴拉巴甲扫罗已经受圣神差派，就落去西流基，对遐坐船去塞浦路斯。因到撒拉米，就伫犹太人的会堂宣讲上帝的信息。约翰、马可嘛去遐甲因协助。因行透全岛，来到帕弗，伫遐拄着一个行法术的人，是犹太人的假先知，叫做巴耶稣。伊甲总督事求保罗有交陪。这个总督是贤明的人，伊请巴拉巴甲扫罗来，要对因听上帝的信息。不过，迄个行法术的伊鲁玛是伊的希腊名，反对因两人想要阻挡总督接受这个信仰。毋过，扫罗嘛叫做保罗，互圣神充满，直直甲伊上讲：你这个魔鬼仔囝，你是一切公义的对敌，充满逐款邪恶甲诡诈，故意歪曲主的正直的道路。当你看，主要甲你刑罚，你会痴迷，暂时袂看见日光。伊鲁玛的目睭随时互黑暗大地去延恩，伊四过懵，找人甲伊牵。总督看到所发生的代志就信，对主的教示感觉真稀奇。你看什么做稀奇？台语囝袂偷生得，是咧形容子女生爸母。那呢，咱诚做上帝的儿女，是毋是有显露出阿爸爸上帝的形象，互人认出咱是属上帝的人？相款，基督的教会也应该彰显出基督的样式。使徒行传11章26节讲到，信徒受称作基督徒，是对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开始。若是安提阿教会一直以来也诚做历代教会的模范。今日的经文记载，教会伫历史中踏出真重要的一步，就是第一次正式差派宣教师出去。这也开启保罗往外邦人的宣教旅程。当罗时的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出名的教会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伫遮，包括巴拉巴、西面、路求、马念和扫罗等等。不过，安提阿教会会出名，毋是因为有遮个伟大的人物，是因为因有活出属上帝的教会样式，搁诚做第一间社团的教会。因伫同心敬拜、全无基督中，顺服圣神的差派，所以巴拉巴甲扫罗开启宣教的手旁。这次的宣教旅程，伫第一站塞浦路斯岛就拄到一个特别事件。当岛上的总督事求保罗较无听上帝的道的时，却受到伊的朋友自称先知的术士巴耶稣的阻挡。
这位术士因为扭曲主的真理，遭受对主来的惩罚。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，就诚做信徒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伊对有关主的教导感觉真稀奇。换句话讲，吸引伊的并毋是新约，是主的道。需求保罗的信仰历程，是对看见新约开始。总是伊并无掠新约做满足，是进一步追求主的教导。这说明，伫整个信仰的建造过程中，听咱主的教导是上重要的。认识真理、上帝话是信仰的核心。生活伫21世纪凡事讲求快速效率的时代，真侪人追求信仰，只是希望随时会当看见新约，却毋愿意付出时间、放慢速度、认真好好认捌主的话。这实在是信仰上真大的危机。真侪基督徒喜爱追求新约奇事的见证，搁掠这做满足，却毋知伫民间宗教信仰内面，也类似的神奇事迹不断地发生。有一位兄弟分享，伊上无介意踮教会中听到主予癌症得到医治，主予负债得到偿还，搁得到搁较侪的财富这类的见证。因为伫教会外也有真侪人上款见证妈祖安怎予伊病得到医治，王爷安怎重振伊的事业等等。最后，这位兄弟讲，若伫教会伫基督徒的信上，也强调看重这个新约奇事，搁掠这做稀奇为满足，那呢基督教和民间宗教有啥物无相款的？今仔日咱伫信仰的历程中，用啥物做稀奇呢？默想，我是毋是较无上帝话语的教导，较赢过期待新约的发生呢？我是毋是较无上帝话语的教导，较赢过期待新约的发生呢？咱来祈祷，真理的神，求你予我时时用真理做稀奇，愿意接受你的教导。求你用你的话语破碎我，互无合你心意的生命样式，会当得到塑造甲更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